自2021年起，市政署同人人流浪狗澳門義工團攜手合辦犬貓領養分享講座，至今已經成功幫助無數毛孩揾到溫暖嘅家。今年講座更加首度進駐全新嘅澳門望下山環境資訊中心，為市民提供更優質嘅參與體驗。每月定期舉辦嘅毛孩預備班講座，內容豐富實用，包括市政狗房領養服務介紹、自主義務與法律知識、感人領養經驗分享，以及與待領養動物嘅溫馨互動環節。講座結束之後，專業獸醫將親自帶領有意領養者參觀狗房，近距離接觸動物，並提供領養意向登記服務。最令人鼓舞嘅係，透過呢個活動，而有眾多毛孩成功遇見有緣人，展開幸福新生活。領養唔單止係一時嘅心動，更加係一世嘅承諾。感謝獸醫團隊嘅專業指導，以及義工們嘅真情分享，俾每位參與者都能夠深刻體會領養嘅真正意義。讓我哋繼續攜手，為更多等待家嘅毛孩點亮希望之光。